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，中美關稅戰下，本港維持自由港及自由貿易政策，為商界提供穩定和可預期營商環境，讓他們安心推展業務部署。國際資本最近正加速配置到本港和內地市場，外國金融機構在本港擴充規模，說明國際投資者擔心錯失投資內地良機，加速分散風險，東升西降投資格局變化正逐步凸顯。陳茂波說，在全球變局中，國家和香港蘊藏不少新的投資機遇，在許多創科領域中有領先的前沿發展。他提到，透過舉辦更多切合大勢的主題式大型峰會、國際會議和盛事活動，將可幫助更多國際商界和投資者更清楚了解國家和香港的無限機遇，參與其中，共享成果。